台灣大學宿舍進前有學生指控講，去管理人員跟蹤甲電話騷擾，這當事人已經向判7個月，受害學生嘛，即馬嘛呼籲學校莫閣上訴，也唔通閣再任用。教育部表示講，已經要求台大重新來調查，若是台大唔做，就會靠補助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。護航一個犯罪者，把學生推向更痛苦的深淵。台大社監性平案的當事學生，在面台陪同下出現在記者會，因為這件性平案的刑事訴訟部分進前判刑7個月，未當一顆罰金，專案會當上訴。當事學生控訴3檔外，因為這個案真受困擾，呼籲學方莫上訴。違反跟騷法，被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，而且不得一顆罰金，也不能緩刑。也就是這不是用錢可以解決的，這是必須要入監服刑的重罪。至今台大跟教育部卻遲遲沒有任何的動作，這樣子蠻貪的一個教育，是我們台灣人民所需要的嗎？因為這個案的行政訴訟部分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去年底認定台大性平會議的組織結果無合法，判決撤銷原處分，台大提起上訴，說予檢察院糾正。台大學生會嘛呼籲台大拄啊好就好，而且重啟調查，教育部嘛要有所作為。依據性別平等法第40條第3項，其實教育部可以在台大持續不審議、不透過性平會議審議的情況下，透過部內的性平會議來處理，這是我們希望達成的目標。針對這案，台大表示尊重司法的判決，法院判決了後，就會隨召開相關的會議討論，做成決議，強調為着要保障學生的權益，涉案的社監未予伊佇台大任職。記者綜合報道。